中健好天，有酒有故事。因為中健好天令我諗起我爸爸啦，因為我由細到大都係睇住我爸爸飲酒去長大嘅，所以當我接觸中健好天嘅時候呢，第一時間嗰一陣酒香就令我諗起我爸爸啦。咁點解我哋會揀中健好天去做呢？即係其實中國有好多款白酒啊嘛，但係就係因為正正我哋接觸咗中健好天，先知道原來佢背靠中國健康嘅喎。中國健康其實喺內地咧本身係做大健康產業，而我哋中健好天嘅酒咧就係入邊加咗中國健康嘅一個成分配方落去，平衡液，咁令到成支酒體會更加起到嗰個頻率作用啊，從而如果我哋適量飲嘅話咧，係會起到一個調理身體啦、修復細胞嘅作用。所以點解我話我哋嘅中健好天嘅酒係一款健康嘅白酒？咁我都同大家科普少少啦，你哋會見到我哋支酒中健好天啦，上邊有印住中國健康4個字嘅。咁中國健康係咩呢？中國健康咧喺內地咧就係一間做大健康產業嘅央企啦。晴天、陰天、雨天、不論咩時候都有我哋中健好天，飲杯！我哋嘅酒散發住一種獨特嘅醬香味，而且口感變化好多層次，好唔同。呢個就係我哋中健好天頻率醬香小分子白酒啦。呢個係我最中意飲嘅中健好天人道。我最中意飲就係中健好天嘅大時代。中健好天美麗世界。我最中意嘅天道穩重大氣。呢個就係我最中意嘅和道。呢個就係我最中意嘅時尚。我最中意嘅中健好天嘅私人訂製酒啦。入口順，唔傷肝，醒就快。呢個就係我哋嘅中健好天啦。越飲越精神，越飲越健康啊！中健好天，3、2、1。